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龐寶林投資 GPS。民主黨中期選舉翻盤，伊朗會否被犧牲？油金升，美元美股跌。記得咧第一次特朗普當選嘅時候，中期選舉咧民主黨係贏咗，所以咧就翻盤到嘅。結果咧民主黨就喺眾議院攞到大多數，但係今次特朗普第二次當選嘅時候，特朗普已經有備而戰。究竟民主黨能唔能夠再翻盤呢？咁所以其實睇到咧，特朗普已經立即動搖咧民主黨嘅票倉，包括對民主黨最大嘅就係加州，民主黨最大嘅票倉嚟嘅。而加州咧就富可敵國，成日講咧就係獨立㗎啦。特朗普咧最叻咧就係製造問題，故意咧派兵去鎮壓，而唔通知州長，令到咧大家有好多矛盾。甚至咧就係告向法院，咁暫時嚟講咧，法院咧俾特朗普繼續做落去。第二咧就係特朗普威脅話咧，加州好多嘅資助，尤其是教育基金就唔會資助啦，聯邦政府唔會支持啦。每年加州貢獻俾聯邦咧，大概淨俾佢貢獻嘅咧就係800億美金嘅。特朗普你咁做，我就唔進貢俾聯邦政府啊，就損失相當之大啦。同埋咧，今次示威或者反對嘅時候，所有民主黨嘅州份咧都有好多嘅，除咗加州之外，賓夕尼亞、明尼蘇達等等。美國喺6月14號特朗普嘅最威嘅時候啦，佢生日搞一個軍事，美國民主黨趁特朗普共和黨閱兵嘅時候，舉辦2100場嘅示威，全國嚟講不要國王 No King， 引起咧共和黨同埋民主黨不同嘅州份爭執啦。結果咧，明尼蘇達州咧有2名民主黨員分別係參議員同埋州議長被槍殺，好彩好似救得翻，但係咧都好嚴重下㗎。咁所以共和黨同埋民主黨嘅爭執會唔會繼續深化落去呢？我哋覺得會嘅，因為點解呢？嚟緊中期選舉，所以為咗政治咧爭得咁犀利，咁會唔會越嚟越惡劣嘅時候，影響到美國嘅經濟呢？咁第一滴血已經見到啦，咁所以大家留意啦。洛杉磯嘅動亂，共和黨同埋民主黨之爭，大家都要留意呢個時局發展，尤其是美國嘅內戰或者內亂嘅根源嚟嘅。另外一樣嘢當然咧就係富不與官爭啦，咁所以馬斯克雖然同特朗普有啲爭執啦，結果馬斯克基本上都係極右派嘅，所以佢唔會投去民主黨，佢為咗自己嘅生意都會和好，咁所以咧就話自己講錯咗，咁特朗普都寬恕咗佢，所以咧對佢哋呢2個狂人暫時就冇乜影響對佢政局或者經濟。特朗普咧就好叻㗎，好創意㗎，咁500萬美金嘅移民金卡，居然而家有15000個人申請咗，佢有750億美金，成績係唔錯嘅。咁但係能唔能夠繼續呢？我唔知道。同埋呢，有關嘅關稅收入咧，短期又升咗喎。5月份呢，就美國赤字收窄咗17%，能唔能夠收緊幾多呢？咁我覺得呢個就要再留意啦。特朗普表示喺24小時叫停俄烏啦，咁大家都知道呢，得個笑話啦。咁特朗普最緊要顧利益啦，同普京傾電話嘅時候都冇催佢而家要同烏克蘭和談啦，反而最近呢，就係為中東事件打電話對伊朗嘅問題。我覺得特朗普呢，希望中東唔會引發暴亂落去，因為影響油價。我哋一路講咧，特朗普想油價平嘅，咁如果油價繼續彈上去，就影響到美國嘅通脹，減息更加無望。咁所以伊朗呢個情況而家咧又被犧牲，似乎暫時咧就唔夠以色列打。以色列咧就已經學咗烏克蘭嗰啲戰術啊，同埋無人機嗰方面點樣潛入去打擊佢啲設施啊嗰方面。咁都做得相當之好嘅，咁但係呢，伊朗究竟嘅實力係點呢？我哋係唔知道，咁所以我哋大家都要留意。不過呢，如果有問題嘅時候，而家呢美國呢就話佢哋唔係想打嘅，係以色列想打嘅啫，但係佢哋會支持用所有嘅軍備、核空呢方面。咁以色列爭端最後呢就係打擊伊朗啦，掃平晒中東啦。美國同以色列係唔想呢建立巴勒斯坦國嘅，因為特朗普強調，如果要割地呢，你穆斯林自己割地。美國同以色列係唔想喺中東再有其他出現，所以伊朗呢個局勢短期係有影響，咁但係影響不大，尤其是對香港其他地方，只係對油價。跟住呢，就有咩投資機會未來？咁第一咧，我哋覺得美國科技股咧值得投資嘅。甲骨文咧就公布第4季嘅財政年度嘅業績，佢哋嘅收入升咗11%，仲有雲端嘅收入咧升得仲好27%，同埋咧雲端嘅基建收入增長加速，喺2025年度50%，估計2026年70%，所以咧就係來自雲端嘅數據中心收入咧按年增咗104%。
咁所以你睇到咧，甲骨文投資更加多喺 AI 嗰方面嘅嘢，令到個股價一週升咗23%，一個月升咗35%。呢個咧就俾大家睇到美國嘅科技，尤其是 AI 嗰方面咧，繼續加重投資，希望繼續領導全世界嘅。至於香港股市同埋經濟，我哋覺得慢慢向好。股市港股咧就一定唔錯啦，我哋嘅金融市場嘅成交各方面都唔錯，同埋 IPO 咧，亦都係好啦，今年應該係全世界第一㗎啦。財爺都講啦，我哋嘅深度同埋闊度同埋韌性，因為我哋上市好多係 A 股，而 A 股咧佢係折讓上嘅，同埋有好好業績咧，好多又變咗中長線投資，就唔同一般嘅 IPO 咧，買完賺一次就走人啦。咁所以香港除咗股市之外，就要睇地產點啦。商業地產如果唔掂嘅話咧，繼續會拖低商業地產，亦都會影響有啲人要賣咗住宅去填呢個氹，所以大家睇到零售麻麻地仲係跌嘅，仲有最慘咧就係耐用品再跌23%。咁呢個因為電商平台好犀利，好多時咧零售係做唔到生意嘅。第二樣嘢咧就係啲鋪咧仲繼續跌，有個出名嘅基金經理，佢專做投資鋪嘅，佢都係好難做嘅，因為零售嘅生意或餐飲唔係好，租嘅鋪咧個價咧，個租金就會跌，咁售價就會繼續跌，咁所以咧佢哋買咗嗰啲鋪咧就不斷要賣止蝕。仲有嗰啲例證咧，最近租出瑪莎英國公司用600萬租，係租中環旗艦店喎，進駐咗30年，但係而家新嘅租約比高位跌咗50%。仲有旺角一線嘅鋪租16萬，低舊租係20%，翻去沙士價喎。咁所以我哋睇到港股就已經好好啦。咁財爺都講啦，今年嚟講升咗20%，係應該全世界最好嘅股市之一啦。所以我哋覺得咧，而家咧就係喺23,000以上都冇再跌。今日星期一啱啱過完中午咧，仲升幾廿點添。咁所以睇到中東嘅情況對佢冇影響，有調整。如果跌穿23,000咧，有機會你就撈你啲心儀嘅股份啦。投資中國或者香港嘅股票咧，第一就派息啦，因為我哋睇美國有機會減息啦。當然減唔減到另外一回事。而家下半年就五波啦，因為油價又高咗。咁過去10年能夠有穩定派息5至6%，有銀行股啦、三桶油啦、房地產信託，我哋一路都講咗啦。有機會加入滬深港通，咁好多 REIT 幾厘息嘅，變咗咧就好吸引啊！對國內無低息、電信三寶啦、公路股同埋航運股啦。公路股尤其是因為電動車多平啊，所以用公路車數啊同埋其他方面更加多咗。醫藥股一路係唔錯嘅，生物科技嘅指數今年咧係升超過個科技指數62%，但係短期升咗好多。如果有調整，你就要買啦。咁其他唔受貿易戰影響嘅，或者係低嘅估值、盈利穩定嘅股份咧，佢派息一定係好嘅。當然仲有咧最近嘅核電股啦，因為美國同德國咧已經唔再咁固執啦，尤其是特朗普啦。咁但係德國咧都話我哋要用核電潔淨能源，用少啲石油或者其他各方面嘅國防股。我哋上次都講過，美國係想全世界咧一齊驚嘅國防股嘅。中港股市嗰方面咧，我哋睇對於咧今次伊朗同埋以色列嘅衝突持續嘅升級嘅機會唔係好多。聽幾個大佬就係美國究竟支唔支持，俄羅斯點樣？咁中國就已經係勸交㗎啦，短期咧應該就會提供一個機會咧，你哋入去嘅。咁中美嘅判斷，國內嘅經濟咧亦都慢慢穩翻啲。今次陸家嘴再開會啦，上海，咁會唔會有啲新嘅政策去幫助需求端？我哋成日都講咧，需求端係好。咁而家已經係啦，個息又低，啲人又好多錢喺個存款嗰度，究竟去投資？如果投資港股又賺到錢，投資其他地方又賺到錢，會唔會花多啲咧？咁樣。咁至於虛擬資產嗰方面同埋另類投資，我哋覺得咧個回報有機會唔錯嘅。嗰個虛擬資產嘅正要就係黃金同埋比特幣嘅都升幅，因為個戰爭包括貿易戰，究竟係和定係越嚟越差咧？如果穩定嘅發展傾得掂咧，黃金就有機會回落。比特幣咧個情況就更加唔同啦，因為特朗普同埋美國嘅需要，對於比特幣嘅需要咧係有嘅。我哋都講過咧個穩定幣嘅問題啦，黃金同埋比特幣個升幅都唔錯嘅。黃金如果你今年買金礦股或者個基金，今年係升咗60幾個 percent 嘅 Bitcoin 咧，今年都升唔到60幾個 percent，升咗10零個 percent 嘅啫。咁所以黃金嘅賺幅咧係相當啲唔錯嘅。至於比特幣嗰啲未來都仲有升幅，咁我哋話最緊要特朗普自己同埋家族，美國嘅赤字係需要好多人買佢嗰啲國債。咁
咁啲國債嘅需求咧就嚟自於如果比特幣或者所有虛擬資產一路升值，無論量價一路升值咧，咁令到個穩定幣嘅需求大咗，咁穩定幣就要買翻美國國債或者相關係可以信賴嘅資產，咁我諗都係美國債，咁所以對美國嘅債券咧有新需求，咁所以咧就暫時講，如果做到呢樣嘢咧，美元美債暫時唔會再諗，不過就要小心個 bubble 啦。財政司咧就講過啦，就話穩定幣第二個階段已經要求金管局快啲批咗之後咧，就可以做好多機遇。以前係講 ICO 啦，跟住 STO 啦，而家叫 RWA 啦 ，Real World Asset， 咁就將所有實際嘅資產可以轉做咧虛擬資產，有效率啦，普惠金融啦，又平啦，又快啦，每人一股都可以啦，非常有創意嘅。咁亦都係多咗個融資嘅渠道，普惠金融即係話普通嘅散戶都可以買一股兩股咧，都可以做法。咁呢個咧就大家要注意㗎啦。好。咁我呢個遲啲再同大家分析嗰個機遇，有好多相關嘅股份。上次我都講咗咧，係值得投資嘅。咁我自己咧係證監會持牌人士，冇持有上述所講嘅股票，但係我哋基金同埋投資組合咧持有甲骨文、電信三寶同埋三桶油嘅。大家如果中意呢條片咧，請記得 comment、like、subscribe 同 share，最緊要按呢個鐘仔啦。拜拜，多謝晒。